係冇搞錯啊！呢度真係純首付1萬蚊嘅，冇任何套路啦。月供先係3000蚊就可以買到4房嘅單位啦，而且距離我哋嘅萬達廣場都係2個字時間嘅，讓你買房啦、生活冇任何負擔，輕鬆擁有一個溫馨嘅家啦。走，一齊睇下，就喺井岸正中間位置啦，500米就可以到我哋嘅泥灣菜市場啦，隔籬就係便利店啦、水果店啦，日常生活所需唔使憂。想去萬達或者係大鎮都係2.5公里左右嘅，真係好方便啦。尤其香海大橋通車之後，想要去珠海嘅主城區啦，都可以控制半個鐘左右嘅。110平方嘅空間一啲都唔壓迫啊，4個房間都方方正正啦，而且淨係雙陽台南北通，咁細房間都可以做書房或者係儲物間嘅，都帶雙陽台，晾曬休閒兩不誤。2個次臥嘅空間俾細路哥住啱啱好啊，主臥可以放1.8米嘅床同埋衣櫃啦。咁呢個配置同埋價錢喺井岸中心地段真係好難揾到噶，而且我哋都係現場實拍噶，而家見到咩樣收樓就係咩樣啦。咁預算有限，同埋又想住得舒服嘅朋友，呢一套110平方嘅4房雙陽台冇錯過啦。佢位置又喺中間位置啦，配套又齊全，咁興趣嘅朋友可以關注留言俾我噶。